呢位出生於廣東番禺嘅頂尖科學家，當年點解會喺新疆失蹤？唔通被稱之為死亡之海嘅羅布泊，真係同傳說所講嘅一樣，係一片充滿神秘學嘅地方？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大灣區謎檔案。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現今位於中國新疆省，被廣大探險者稱之為死亡之海嘅羅布泊，佢其實喺2000幾年前嘅西漢時期，曾經係中國第一大內陸湖，比而家青海湖仲要大唔少倍。據漢史記載，佢最大嘅時候水域面積就達到咗誇張嘅2.5萬平方公里，只係比而家嘅台灣省細少少。所以當其時佢以海為名，被古人稱之為蒲昌海。同時呢一帶亦都係古時候絲綢之路嘅核心地段，因而喺水源附近就吸引咗唔少群體在此紮根建立城邦。而其中最出名嗰個，肯定就係大家都聽講過嘅樓蘭古城啦。不過因為幾千年嚟嘅全球氣候變化，呢一片水域就越縮越細，導致到咗民國初年就得返700幾平方公里，所以後來先有咗沿用至今嘅羅布泊之稱。然而到咗1972年，因當其時美國實現咗首位喺太空角度俯視地球嘅人類壯舉，所以佢哋響觀測我國新疆地區時，就發現咗呢一隻全球獨一無二嘅耳仔啦。後來仲將呢一度稱之為地球之耳。而大家亦都可以通過相片睇返，因為呢啲紋路正正就係羅布泊千年以嚟湖水逐漸乾涸而造成嘅年輪印記。不過當我哋國家嘅領導睇到呢幅照片時，就一定冇覺好瞓，因為第一，羅布泊係我國核爆試驗場；第二，呢一度蘊藏豐富嘅鉀鹽礦，所以俾人咁樣赤裸裸進行窺探研究，上面啲大佬又點會有好面色？況且技術仲要喺人哋度，俾佢哋多少少時間結合全球嘅地質資料，佢哋好快就會預判到羅布泊蘊藏大量嘅鉀鹽潛力，因而喺國際市場針對性炒高所有相關嘅技術同埋原料，促使我哋自己放棄自主研發。咁講開又講啦，啲鉀鹽同我哋普通老百姓有咩關聯呢？其實好簡單，現今社會非常依賴鉀鹽，佢包括喺農業、工業同埋醫藥領域都有大量需求。所以當時掌握佢嘅開採技術絕對係頭等大事，且爭分奪秒。不過啱好嘅係嗰時正正處於美蘇冷戰時期，因而俾咗一段珍貴嘅發育期我哋。同時深知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嘅美國，當其時為咗制衡蘇聯，亦都主動同我哋示好，修補國際關係。咁理清咗當其時嘅呢一段國際局勢之後，當年出生於廣東番禺嘅科學家彭加木呢一位土生土長嘅嶺南人，又點解會肩負起祖國大西北嘅鉀鹽開發重任呢？呢一切都要由佢細個講起。彭加木佢自細就品學兼優，並立志將來用佢嘅學識報答祖國。到咗1950年，佢如願加入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重點要提嘅係，當時佢有一個前往莫斯科進修嘅機會，不過再三考慮之下，佢都係打算留返喺祖國，並主動申請去新疆嗰邊考察。但好景不長，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時，命運卻同佢開咗個殘酷嘅玩笑，因為冇幾耐佢就被確診患上咗多發性骨髓瘤，而當時佢嘅主治醫生就斷定患上呢一種病，基本就係等日子，話大概得返半年時間到。但令所有人震驚嘅係，彭加木唔單止冇認命，反而仲更加積極，將呢一場危機變成咗佢嘅科研加速器。後來更加令醫學界難以置信嘅係，佢居然依靠每日開朗嘅心境，奇蹟將嗰半隻已經叉咗入棺材嘅腳伸咗翻出嚟，戰勝咗病魔，導致本應時日無多嘅佢，又得到咗往後幾十年嘅生命延續。而且呢幾十年，佢並唔係退居二線休養生息，而係前後15次深入新疆，並且3次勇闖被譽為死亡之海嘅羅布泊，可以話係將佢畢生嘅學識毫無保留咁奉獻咗俾祖國嘅邊疆。所以就係因為呢一份卓越嘅貢獻同堅毅精神，國家喺1979年就任命佢做咗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嘅副院長。因此調查羅布泊鉀鹽分布呢個關乎國運嘅重任，就係咁樣同一個土生土長嘅嶺南人扯上咗關係。咁後嚟到咗1980年嘅5月3號出發當日，計埋彭加木自己，科研隊入邊仲有5位唔同領域嘅科學家隨行，並外加3位司機以及1位保衛員同1位無線電發佈員，共11人。
佢哋揸住2架中國北京牌吉普同1架蘇聯製嘅軍用卡車，就咁向住嗰片舉世聞名嘅死亡之海發起咗新一輪嘅挑戰。不過得到呢一批關乎國運嘅資源，就導致咗呢一支科研隊11個人去10個人返嘅悲慘結局。而事實上，穿越羅布泊單靠勇氣同經驗都只不過係首要，因為如果運氣唔好，一切都會變未知數。咁點解講到咁玄學呢？其實係因為呢度自古以嚟，除咗極端嘅高溫，仲有被探險者稱之為陰陽兩路嘅一種講法，其中西線為陽，東線為陰。咁當然，其實2條路都難，但係西線起碼以硬沙地為主，並且沿用翻以前古絲綢之路嘅部分通道，所以沿途佢會有米蘭、樓蘭呢類古遺跡補給站作為地標定位。加上當年西線科研開發比較成熟，早就成為羅布泊考察嘅主線。而反觀東線呢邊就原始得多，呢度遍佈雅丹地貌，亦即係好容易令人蕩失路嘅雅丹迷宮。而呢啲特殊地貌係由於 N 年嚟嘅風侵所造成嘅，而且攞命嘅係，只要一入東線，就算幾有經驗嘅探險隊，都基本冇可能完全避開晒呢啲迷宮。最煩嘅係呢一種危險地貌入邊，仲隱藏住另一種殺機，而佢就係軟沙地陷阱，係一種用肉眼好難分辨出危險嘅地勢。所以莫講話人，就算係車唔小心經過，都好容易成架陷入去。而且呢啲陷阱專登埋伏喺人類嘅必經之路下面，比如話雅丹山谷之間嘅通道啊、古河道啊，以及沙漠邊緣啊等等，佢哋到處都蘊藏殺機，就好似提前為挑戰呢一片死亡之海嘅探險者所準備嘅墳墓一樣。不過以上都未算係東線最危險嘅描述。如果運氣衰到貼地，仲會撞正沙塵暴呢一類危險嘅自然災害，因為佢會將啲地勢吹到亂晒，所以又被廣大網友生動形容成沙漠地區獨有嘅一種地圖重置機制。所以想走出全新嘅雅丹迷宮，就意味住要重新適應地形。而除咗以上嘅重重險阻，呢片區域其實仲誕生咗好多件神秘事件。比如話著名嘅樓蘭古城突然消失，1949年由重慶飛烏魯木齊嘅航班無端端喺度墜毀，以及1950年又有警衛員喺度失蹤，但係屍首卻喺幾百公里外出現嘅奇怪現象。而且更令人起晒雞皮嘅係，由於羅布泊地質含大量鹽分同礦物質，加上高溫帶嚟嘅極度乾燥，就高效咁杜絕咗細菌同微生物嘅滋生，所以導致該地區就擁有成個星球最天然嘅脫水程序。因而每次沙塵暴過後，呢度都會翻出好多唔同年代得以重見天日嘅遇難者乾屍。而以上就係點解羅布泊會被稱之為死亡之海嘅幾個主因。咁好，了解完呢片土地嘅殘酷法則之後，等我哋翻返嚟今日嘅主題。彭加木佢哋11人隊伍，當其時係由西線北岸一個叫鄯善嘅縣城作為今次任務嘅出發點。佢哋一路向南進行科考，雖然路途艱辛，但係任務其實進行得相當順利。所以好快佢哋就喺西線範圍入邊發現咗大量鉀鹽礦，而且佢哋用咗唔夠1個月時間就已經成功穿越咗羅布泊，並喺6月5號就到達咗米蘭農場作行程整頓。但需要注意嘅係，其實從呢一度開始，該趟科考任務就已經非常完美，只要大家休息夠就可以沿西線條路返回研究點樣開採呢一啲鉀鹽礦。但可能因為嚟嘅時候太過順利，加上喺米蘭農場又補充咗物資，所以彭加木就主動提出咗一個改變原定計劃嘅冒險方案。意思就係佢唔想由西線原路返回，而係想從米蘭農場進入東線，繼續進行科研任務。咁佢當時嘅呢個決定，其實理由相當簡單，就係想趁呢一次機會，將東西2條線嘅鉀鹽分佈都一次過搞清楚佢，為下次科研任務作更充足嘅準備。所以單從佢為國家慳科研經費嘅呢個出發點，就知道佢有幾愛國。不過講句大家可能唔中意聽嘅說話就係，當其時佢呢一種行為就有啲半場開香檳嘅感覺啦。要知道羅布泊一到6月夏季，體感溫度隨時都會直逼至70攝氏度，咁所以科研任務係咪一直都會咁順利，真係冇人敢寫包單。但係當然，隊內其他嘅成員出於欣賞同埋尊重，最後都一致同意進入東線嘅呢一個計劃。不過頭先都講過，穿越羅布泊除咗勇氣同經驗，最緊要嘅就係運氣。但好明顯，佢哋下半個行程最缺嘅就係運氣，因為佢哋計漏咗出現沙塵暴嘅呢一個變數。
所以喺米蘭農場出發後嘅第4日，亦即係6月11號，佢哋就迎來咗死亡之海嘅一場沙塵暴歡迎禮。據科研隊幸存者回憶，當時呢一場災害威力驚人，迎面撲嚟嘅沙場可以講係遮天蔽日，因而佢哋足足趴咗喺車底差唔多3個鐘，呢場沙塵暴先至陸續減弱。咁講到呢度，屏幕前嘅朋友仔又知唔知點解當其時佢哋要選擇匿喺車底，而唔匿喺密閉嘅車入邊呢？唔知道答案嘅各位可以喺評論區或者彈幕度講俾大家知。而講翻正題，最終佢哋逃過咗一劫。但正如網友話齋，沙塵暴過後，地圖就重置，導致原本東線啲路一下子就變晒，本來可以通行嘅路就變成咗巨型嘅沙丘。而且雪上加霜嘅係，經過呢一次突發沙塵暴，佢哋嘅水資源嚴重被沙石污染，所以當其時喺頂住超高溫嘅情況下，每人每日就只能夠飲2杯水。而最弊嘅係，3台車嘅汽油都已經唔夠佢哋從西線原路返回，所以當時淨係得2個選擇，一係揾到水源，一係原地等組織派直升機送資源過嚟。但係呢個時候，彭加木同大部分隊員就因為呢2個選項而產生咗分歧。佢堅持認為去到庫木庫都克呢400幾公里嘅路上就一定可以揾到水源。但不論彭加木點講，其他幾位科學家都更偏向請求組織支援。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彭加木手上嘅呢一份東線地圖已經係20幾年前畫嘅舊地圖。不過眾人念在彭加木始終係一心為國考量，所以大家好快都平息咗分歧，達成共識，照舊向庫木庫都克進發。不過講到呢度，需要提醒大家嘅係，雖然目的地庫木庫都克只有400幾公里，但沙漠啲路危機重重，坑坑洼洼特別多，所以根本唔敢開得快，以至於行咗幾日，到6月16號都仲爭10公里先到庫木庫都克。而當時佢哋嘅飲用水只係剩低10幾公斤。最致命嘅係車嘅汽油已經差唔多用盡，所以最優嘅方案就係即刻揾個遮陰處向附近駐軍發電報求援，乜都唔好再做。但係點都估唔到，彭加木到呢一刻依然投反對票。佢解釋到：你哋知唔知直升機飛一轉要燒幾多錢？成千蚊㗎。我哋出嚟係為國家做貢獻，唔係為國家添麻煩。後來佢補充到：呢幾日已經研究過地圖，我哋要去嘅庫木庫都克，維吾爾族語言嘅意思就係沙井嘅意思，所以附近實有水源。大家再堅持一下啦。但就係呢個時候，研究水文地質學嘅汪文先就質疑咁提出：彭副科長，你咪再自己呃自己啦！呢一張已經係幾十年前嘅地圖，仲有國家栽培我哋10幾個人，難道就唔值一趟直升機嘅價錢咩？再講羅布泊一日一個樣，呢啲你比邊個都清楚。萬一再出咩突發事，我哋全員都要交代喺度㗎。你唔可以淨係識得替國家慳錢，就將我哋嘅安危置之不顧。而且隊伍入邊已經有人因為缺水開始出現幻覺啦。你係科考隊嘅隊長，安全第一先係你首要考慮㗎。就因為咁，到最後彭加木都冇晒辦法，唯有少數服從多數。於是隨隊嘅電報員就向附近馬蘭駐軍基地發咗封求救電報。而根據作者喺網上揾到嘅電報原文，內容係咁寫嘅：我哋今日22點10分到達庫魯庫多克以西大約10公里，缺油同水，請求緊急支援油300公斤，水500公斤，現存水量只可以維持到6月18號。另邦轉告烏魯木齊市，我哋捉到一隻野駱駝。但係需要注意嘅係，點解明明係庫木庫都克，響電報入邊又會寫成庫魯庫多克，同埋呢一隻野駱駝係咪有啲咩暗示？而呢啲疑問我哋先 hold 住，留翻喺後面再講。咁好快，馬蘭基地喺6月17號上晝嘅11點30分就回咗電，意思話同意所有要求，叫佢哋原地待命就 OK。18號直升機就會到達。但係令人出乎意料嘅係，原來喺收到呢一封救命電報嘅1個鐘頭前，亦即係上晝10點30分，彭加木就已經獨自一個人行咗去附近揾水源。咁講到呢度之後，喺羅布泊發現嘅呢一條遇難者乾屍，到底又會唔會係彭加木本人呢？同時，為咗唔增加各位嘅觀看壓力，大家可以點開我嘅主頁，繼續收睇第2集更精彩嘅內容。另外，記得點讚同轉發今期嘅視頻，最好關注埋，俾更多想學粵語嘅朋友仔睇到。咁我哋下集見，拜拜。